多叫長洲環島。然之後落去即係揸嗰個地方嘅，我最近係個版圖 extend 咗啦，最近我搭呢個版圖都得嘅，都得嘅。啊，你唔使特登揸入嚟，就喺荔枝角道或者長洲環島，睇下你哋邊邊度多。因為個之外路線嗰個係3成幾，剩翻一半都夠頂嘅。嗰度冇㗎，咩冇雙連線嗰啲可以就咁停。係。哦，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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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麗閣停車場咯，係嘛？唔使駛入嚟。